南投县草屯镇长简景贤去年过身，后礼拜六被补选镇长。这个休假日，各候选人拢扫街拜票，佮邀请党内的政治头人拼阵，提高选情。简之胜，当选。市场内当选声真大声，南投草屯的镇长补选，选前最后一个拜六，国民党候选人简树成在伊来传统市场拜票，对家己选情有信心。台北市长周万安、南投县长柯淑华嘛陪伴拜票，拢讲简树成伫担任议员期间服务实在，肯做事。我在地方的服务非常扎实啊，地方的草屯镇民对我的信任度非常的高，我胜券在握，没问题的。我们一定要让有经验、肯做事、会做事的简次胜来担任我们镇长，为我们乡亲服务。蔡明轩，赶紧拜托哦，拜托支持。徛伫宣传车顶，甲民众邮票。民进党草屯的镇长候选人蔡明显，有共党籍立法委员郭玉晴、陈培如、罗美玲做伙相挺。蔡明显呼吁少年人回乡投票，为故乡选出无共款换头的人。年轻朋友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他们要回家返乡投票尤其是我们草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需要不一样的一个掌舵者了那也要靠你们。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想说，礼拜六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帮民选加油。草屯镇人口9.7万人，是南投第2大行政区。原镇长简景贤去年11月过身，唔知展开补选。较早哪里阵营拢捌执政过，这届两党拢杀出当地议员参选，两个人连续伫政策也甲违建这个议题论战。因为18投票日晚近，嘛，互选情更较激烈。记者综合报道。